平時咧幫大家咧實地探盤就探得多啦，大家今日咧幫下手，幫 JoJo 我咧去探下呢一個樓盤嘅。點解要嚟呢個樓盤咧？係因為咧我一直都有關注市區啲樓嘅，市區嘅大平層係好少有噶。咁呢一個屋苑咧，佢嘅外立面真係超級特別啊！就係因為呢個外立面就吸引住我啦，因為佢無論咧係遠睇定近睇咧，都好似一件藝術品咁啊！一齊入去睇下。樓盤位於咧中山市中心嘅 CBD 中心，好多嗰啲金融啦、銀行啦、寫字樓全部集中喺呢度嘅。咁佢周邊都係中山數一數二嘅富人區，所以全部都係豪宅嚟嘅。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住市中心嘅一個優勢啦。即係佢呢個區域咧就有啲似我哋香港中環咁嘅，所以佢周邊都有多個大型商圈，好似我哋熟悉嘅 Coco City 啦、利和啦、萬象匯等等都喺周邊㗎。除此之外咧，佢嘅交通都係十分之方便嘅，有多種交通工具選擇返香港，客運口岸啦、高鐵啦、港澳直通巴啦，同埋我哋嘅深中通道出入口，針對我哋揸私家車嘅朋友都係好方便嘅。啱了解到咧，銷售姐姐咧同我講咧，呢度嘅均價咧係19,500到2萬1之間嘅，係首次開盤嘅，所以咧呢度咧佢淨得128套貨嘅。係啦，咁所以咧貨量都唔多噶啦，算係咧買一套少一套戶型咧特別搶手噶。畢竟咧佢個地段咧都係擺響度嘅，呢度內園中空花園設計好立體啊，唔怪得啱先銷售姐姐強調呢個新加坡嘅空中花園設計咧係大灣區首個。呢度打造咗咧526方嘅度假式嘅泳池，仲有啲生態自然景觀同範會所。呢度咧實現咗咧一梯一戶啊，好中意佢呢個咧豪華嘅雙梯設計。我個人係比較注重私隱嘅，所以呢度嘅私隱性咧我打滿分。呢度全部咧都係3米3層高，再加上超高嘅使用率。哇！呢度嘅客廳好大啊，唔怪之話佢係全中山最大嘅客廳設計啦。呢套咧得173方，睇上去大過我屋企嗰套200零方嘅複式啊，設計好立體啊，秒殺咗好多市面上嘅4代住宅。我係超級中意佢呢度嘅露台好大啊，而且咧呢度嘅露台一共係有3個嘅，呢種設計咧真係好少有啊。睇完呢度咧，真係用震撼去形容啊！佢嘅外立面咧，同我喺網上睇到嘅係一模一樣噶。咁如果你哋同 JoJo 一樣睇啱呢個屋苑嘅話咧，記住留言8俾 JoJo 會發更多屋苑嘅資訊俾你。先唔講啦，我要揾銷售姐姐幫我計一套價單啦。呢期就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